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係6隊開創300年的改創業嘅日子，或者屏東縣政府喺屏東縣安排改道嘅慶典。其實一方面，除了愛展現到我哋6隊嘅特色嘅文化以外，同時嘛讓他個人提供睇我哋6隊嘅客家人伊係各樣嘅生活。我哋呢6隊嘅組隊有啲地方就加動係我哋6隊地方為有可開嘅一啲客家嘅村落。嗰時有個特別的人文風情同有飲食文化，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去對家動佢了解，同時也經驗嘛，佢特別去推動我哋呢家動嘅文史啦、旅行啊，一啲用金廟、用泰國人來現場，而家同人哋講，睇下團員嘅地方，我哋對家動睇6隊300周年，一定派嚟馬發通，我哋馬上翻我哋用泰國人來現場，大家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做6隊組隊嘅楊金明。楊太公啊，地講其實由來講，我哋福起來嗰度拜啦嚇，但是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還是在紹介一下你自己好冇？好，我來自6隊嘅組隊楊金明哈，我是現在在法院做少年的輔導，在少年法庭，但是已經退休差不多快8年了啦。我退休以前，差不多民國84年那會是從因緣際會都從事我哋家動體系嘅文史嘅工作。感覺講對我哋客家文化部分哦，佢想愛就保存下落去啦。佢要結合嗰度，佢熱心咧，包括政府嘅議程啊，我哋在社會各方面咧，他個人來共同努力來推動。成立一啲家動文史協會來進行啦。按多年來，嗰多年來睇數字下家動嘅客家文化保存同樣貌已經變得規模強樣嘅，歡迎大家來家動聊聊。係，其實這個泰國人講一下，我發現到講，其實也見人家動只係同一個劇。譬如講我哋今年我哋高雄冇都講我哋北部去到南，去個墾丁啊，他們有2條路嘛，一條路我哋散線，行女埔一條路都行海線路。其實如果行到林邊家動，然後他下去，嗰種其實像我哋觀眾朋友可能你話去南部時，可能如果經過到家動，你咪同觀眾朋友睇下講一下講，今年我哋去家動嘅話，我哋可以去哪聊啊？家動去你個特殊嘅地方啊，你講喺6隊地方是你唯一嘅可開嘅，有台一線，你講嘅省道台一線，個另外嘅台17線，都兩個地方可以到，尤其嘅高速公路個開通以後真方便，唔啲南州下落要走台一線嘛，唔啲南邊下落要走台17線嘛，以前可能一般嘅人咧，遊客以台灣講小屋。像好多人講嘅小家古厝，如果講社會行路嘅，但是按多年來，即使我哋家動有嗰度玩過地方，比如楊木池塘，個西叉門，個路嘅目前嘅張家3路，個一下總共睇差唔多範圍800公尺以內，有5個先丁古蹟，如果以前嘅3級古蹟啦，2個歷史建築。佢也按豐富，中間以外有無幾樣年代嘅貨房躺下，尤其嗰啲民國97年到2008年重建完成嘅楊木貨房也都4合院咧，有10幾個門臉，你都唔用行得嚟你踩一田楊木也可以，踩一田小木也可以，用行得嚟嘅方式都感覺講，佢強壯佢看到無咁樣嘅建築嘅樣貌，對家動嘅文化、歷史、建築各方面佢了解，佢就經過多年嘅努力佢都有去一啲講，家動那邊安講嘅，係有呀，當然縣政府啦，我哋地方有市民人士他敢共同來推動，推動一本家動變有特色嘅客家文化地方啦。你從我哋泰國講其實一啲800公尺地方，
真正都可以过到好老了嘅地方。等於你講，唔是講啊，啲地方行到嘅地方要視察過去，唔見入到嘅家中嘅我哋講四村莊地步嘅時節，你真正都可以慢慢地行無幾步路啊，你可以看到一啲鬼匠嘅我哋咧小屋貨房，然後行無幾步路啊，你可以看到嘅私人嘅鋪頭，行無幾步路看到我哋咧莊家爽咧。等於講，我唔單止喺早晨去下晝去。慢慢地行，好，慢慢地過悠閒地行，慢慢地去感覺到講，睇下邊我哋綠隊組隊嘅客家嘅西裝嘅地方，其實佢可以看到我哋以前客家人留下來嘅東西，同時可以感覺到真係，因為我哋人嘛咧喺呢個地方嘛，嗰種客家西裝嘅嗰種氛圍，其實係真係幾難得嘅一個地方。就是應該佢有幾個地方啊，冇唔錯。啊，我哋都喺入邊家中按照無傾向嘅一個特色吼。啊，嗰種我哋都同縣政府有部分嚟規劃，比如說一個六對私人步道，詩詞步道。那詩詞步道底部呢，又有我哋六對詩人，包括鄭貴先生，李玉芳、陳靈貴，嗰路嘅叫鍾理和、鍾鐵明，等等咧，結合新台灣壁畫隊嘅藝術家，呈現喺路嘅底部有詩嘅部分。有藝術家畫部分我就文化處前幾年我哋同文化處喺合作喺推動一件事情，因為文化處處長吳錦發伊都講家中有啲地方同一般嘅無傾向，因為一般嘅居民係全部喺一個地方嘛，啊有無傾向建築啊，嗰就伊有講咧，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方所講嘅，如講佛的家中博物館。個唔依啲地方啊，你感覺講一般嘅居民都喺一個地方，因為就感受到同一般嘅博物館無同，博物館可能伊啲建築啦，地方嗰度東西睇展覽，但是有無傾向啊，伊啲要成法喺中間啊，嗰戲啊唔單差安尼啊，家中睇1895年，日本入嚟以後又發生我哋客家先民保上土一個最重要一個戰役叫做步月樓之戰。步月樓之戰，部分都我哋客家先民可歌可泣嘅故事啦，家中有飛行機場，家中有其他農鐵山，還有家中嗰度出嗰度人才，部分睇我哋綠隊地方有完全冇傾向，嗰我哋呢個因為我哋客家共同努力打造。國境之南客家民族啦，變咧上一種也家動變啦，安尼國境之南客家民族。目前就進行嘅結果都也差唔多，可以出來嗰度做出來嘅東西縣政府啦，使一般嘅遊客行多一片，感覺講完全冇傾向，感覺有非常濃郁嘅客家文化氛圍啊。嗰時其實觀眾朋友而家談到嘅，我發現到講。而家家動同以前嘅家動真係唔同樣，以前我哋推這些先下衣嘅時間，都差唔多睇台東市下面推家動市嘅面拍板，可能都只係要小下衣。但是而家我哋一天我睇嘅家動開始留下來，至少有2-3點鐘睇下家動嘅寫真嘅地方慢慢嚟行。如果感覺到講，其實入邊感受到我哋咧綠隊嘅客家嘅氛圍真係冇同樣。所以我哋今年喺綠隊嘅300周年啦，我哋馬地高睇，比如我哋睇聯絡啊，我哋要唱水啦，我哋啲屏東市啊，或者基隆也要一啲發通。嗰種家動啦，針對於我哋綠隊300年有乜嘅特別嘅一啲發通冇？綠隊300年也對我哋客家嚟講非常重要嘅一個。屏東縣政府今年特別先3間廟啦，呢個都家動嘅千山共和宮三山嘅王廟，另外天野都聯絡嘅。昌山公廟，第三個都講屏東市嘅三山古廟，呢個河婆客家人嘅三山古廟，呢3間廟來做進行一個宗教嘅儀式。但是家動因為昨日11是拜神殿啦，嗰時今年咧綠隊300年地方最早都喺家動，家動最特別嘅地方都講。以前從家動嘅處事合不頭啦，賴家村啦，個我哋12啊，個幫工嘅15長龍都16啦，按到睇周輪咧共中間以前全部擺神殿有啲特別嘅服裝，服裝早期全部用樹搭，但是經過按多年嘅演變地步村咧全部用鐵架搭唯一都村到家動下綠建村，嗰個家動村同綠建村也萬用康熙4年
同台独嘅係天子嘅一個服衫嘛，用安尼水吼，摕做服裝，做搭服裝，搭服裝嘅後當然搭服裝搭下落去安尼農業沙飛嘛，我安尼講祝福拜神殿，祝福神就乜意思啊？你講安尼採天嘅居民吼，祈求北宮做主神。33國做陪侍的吼，主神娘娘個媽祖娘娘吼，來感謝講北宮啦吼，也就神明吼，對於安尼也總頭嘅一般居民嘅保護啊吼，順便呢農業沙飛入邊耕田哦，要經濟來源嘛，一條洗來嘛吼，我嗰時都講叫我洗來呀吼，我哋做神殿，神殿都祈求北宮同意嘅33國嘅神明吼。來保佑也咧神殿吼，比安尼平安，安尼多胎，多胎以後吼，可以接受一個經濟嘅能力啦吼，農業沙飛都安尼啊，但是因為沙飛已經改變嚟吼，安尼。嗰時你開始冇看到啲做法，安尼你上國144年來按多年來從用神殿嘅方式。但是也性別平等吼，西門嘅西來共用能力也夠強啊，尤其西門個公務機關啊，先上地方遷到西門呀，能力強嘅路，講過嘢啊都講，我哋中華民國喺台灣地方嘅路，總統路西門嘅，錯冇？蔡英文女士嘛吼，你用一條漢字邊啊西來喏。嗰時都見到有新嘅做法都出嘅，錯。咁等一下，一部分人都幫人觀眾來談看啦，都係新嘅做法係乜個東西？其實喺台灣各地改動我哋呢，正月15嘅時節，如果有拜神殿，但是喺家動嘅話，竟然有冇看過做法喎？休息一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來自嘉東嘅楊建明楊太哥，同能講我哋經驗6對300年嘅時間，喺嘉東除了搭服裝以外，還有一啲拜神殿，從事還有一啲歸神嘅一啲做法喎，我哋馬上問一下，這下神嘅做法係乜嘅東西？日本我都來做一個說明吼，因為我哋嘉東一片咧6對300年啦，天咧廟吼都睇拜神殿，也個重要一個法統吼。延續144年以來，要拜神殿咧，農業沙飛當然用西來嘛，神殿嘛，就是神嘅南殿嘛吼。但是隨着沙飛嘅結構嘅個轉變吼，即係西門睇沙飛向不講各行各業吼，尤其公務機關啊、學校先生啊，西門佔嘅比例也過多啊。也總統路咩西門呀，什麼蔡英文女士嘛吼。我哋去年嘅嗰好幾年吼，咩講偏愛做顧問啊？我愛做顧問吼，愛要建議嘅事情，你要做唔做是神嘅事情咯。但是愛唔要干涉，但是愛是建議講希望嘅睇咧，我都希望講吼，因為無障礙電梯要做好個。你上下老人家看得幾擺吼，啲老人家一生人睇上下多睇。不是要走王爺一片吼，祈求王爺來保佑伊啊！結果年紀太腳啊，冇辦法行嘅。33國咩改建以後睇醫療，伊都睇大下150雙啊，伊都睇大下睇安尼暗睇位啦。後尾看到安尼場面，我感覺個親心酸啦吼。我都感覺講，上下嗰度老人家越來越多啊吼，唔可以北上呀，伊都冇辦法親身同王爺講伊嘅事，講伊嘅話。去通看王爺樣嘢，我係要睇你建議講，咁唔去做無障礙電梯，本老人家各方面。聽你建議我哋講，咁神殿司機，路上啲我睇公務機關上班嗰度西門係乜？西門有神殿嘢咯，司機潮流都講性別平等嘛，講係講，就講主任委員同呢個委員伊有貴姓過，貴姓過呢邊講也觀點嘛清楚啦吼，嗰時因為佢新竹台飛同因為嗰啲委員會議遐伊都同意啦。有障礙電梯嘅部分都得今年嘅正月31號，伊都做好。我觀察啲過年以後吼，嗰度要送一啲外勞，啲送一啲輪椅啊，就一
报道上衣啊，几排。几排按上衣真感动啊！看到一老人家上来去看下，看到安尼办事按尊敬的王爷，安尼保护神体片真是要流目直人来看，真感动啊！外地的生意过来，看到伊阿爸们脚无乜方便，伊也送电啊，轮椅送上衣，伊也感觉讲我可以同王爷来祈求伊安尼阿爸真是有看到，有要讲真感动。第一部分当然是神，俺哋都讲神奇。如果按照神奇喏，什么嘛？讲金枝玉叶嘛，神奇嘛，神奇啊！你讲谁来什么强来拜？你都爱跨出呀141年来你文化部分你安尼累积慢慢积累啦也真无简单。唔咩讲我下一年快啲考虑几天天都可以做无可能事情。要文化就慢慢天天沙边进步。唔喺文化冇天天沙边嘅转变嘅做嘅改变啊要文化会被淘汰。我哋连这种纳入神经神殿跟神奇。今年总共有26盆啦，现在有19盆，什么7盆啊？嗰度其他神殿全部过来同嘅演唱合照啦我看安尼感觉讲真感动啊！因为家中客家庄客家人讲头脑都佢手少呢佢堅持嘢啫，講嗰塊糖都講好糖都按到，佢硬頸啦。但是講好我哋下邊佢固執但是安尼經過安尼改變以後伊也願意來接受天天安尼世界潮流啲行我感覺講安尼今年家中要做嘅部分可以幫其他客家地區做一個參考，希望家中嘅改變對我哋客家文化延續跟同嘅傳承應該有個大嘅幫助能出來。其實我哋咧用泰國講嘅，講嚟講其實佢刺眼但是其實喺當初喺改變嘅時間，已經經過過太一啲討論同一啲想法，因為其實就從頭到我哋泰國講嘅，其實我哋漢人都係一啲佢保守佢傳統嘅一啲民眾，但是其實文化都係人嘅身份。文化一定要團隊人的身份做改變，尤其係講其他鄉下人的性別平等，還有提供人其實唔單止係講細拉同細毛，就更加重要一啲時代的地位。其實我哋所謂派性的一部分，如我哋把細人也要熟悉，唔單止講我哋其他家鄉人提供我哋經驗，叫我哋拉嘅其實也拉嘅幫本他嘅人。百姓的時候，本他嘅人去公布一件事情的時候，除了一方面得到我哋生命的保護以外，另外一方面，睇嘅鼓作嘅時間地方，咪喺本傳承嘅人哋講，我哋都係有啲聲音嘅，有啲新下一代嘅，到時節全部村民共下來照顧我哋下一代。嗰時其實細拉同細毛嘅，咪係共樣嘅人，咪係共樣嘅重要。嗰天意間啊，佢咁好個同我感覺到佢感同我都講，到我哋咧用泰國講到一件事情都講，做一啲我哋講無障礙電梯，看好來係一啲幾艱難嘅事情，但是對嗰種生生世世我哋世世代代睇嗰邊太我哋太現實，以後來因為冇辦法行路以後，已經可以因為有無障礙電梯可以去接觸到一種以前其實聽我哋鄉下有一件幾重要嘅事情都講，我哋有幾多事情全部同我哋嘅神明講，全部同我哋嘅王爺講，有時我哋可能冇辦法即刻去。冇能力去家庭講到達一樣做嘅事情，有時節我同王爺講，你從我哋有時節嗰度呼應嘅，我同北公講同樣。係啊，其實雖然我喺上面其實講過親切一些，而且我哋咧錄下形容嘅，錄我哋咧睇形容，有乜事情錄王爺嘅聽，先馬個聽。好，你從我哋有時爸爸媽媽我同我哋咧北公啊講乜事情，嗰時其實表現人開始唔係因為講即刻冇辦法行路。冇辦法接觸到王爺，一件事情，把因為我哋困難題拿起以後，其實對我哋咧太人上嚟講，其實伊哋咧心靈嘅成分其實會過平凡。嗰時我相信用泰國講嘅，唔單止講睇一個尺度上面嘅改變，係講係咪聽我哋客家莊地位可以經過討論，可以經過一些改變之後，變我哋客家莊地位嘅成分其實會變得個好，同時講個符合我哋見嘅世界嘅潮流啦，同我哋見嘅世界行嘅一個例子。但是其實我一擺有發通有去參加過，但是我想講，其實除了我哋咧神奇條、神燈條以外，發通個交通
聽下人那個擊敗公平地位，其實同下人咧其他客家莊真是冇到看過呢。像我記得人有乜個看完嘢東西，你咪同我廣東朋講下乜嘢度看完？哦呀，有呢個特殊嘅啦，哦，也目前特殊嘅，一種特殊嘅看法啊，頭都主持人講，正月十五伊又要看吼，上次一天有看到一個看板嘅部分吼，看板吼，即係睇我哋做樂隊嘅目前嚟講啊，做隊有一個特殊嘅一個風俗吼。如果講也參傳到新幣吼，啊個還有啲南風，啊個下不頭同我哋家同一般，例如看完看完做完，或者做唔完，如果看完做完或者做唔完，有啲文化。日本咧，如果我哋睇家同嚟講啊，因為我哋服裝搭個台嘛，嗰樣係看完部分都目前都是每年都標一天嘅中央工業片。如果以祭祀嘅神明是客家神啦。客家神，看完咧，看唔完嘅部分啊，用竹嘅內倉做可能做姜太公釣魚啦，過路嘅相助獻瑞同心協力啦，也種叫唔忘嘅，全部用竹嘅絲幹，用幹，用葉線，用嘅拍翻一條狀嘅嘢，用推表。但是一種看完嘅文化早期唔係撐淡撐啲睇搭服裝地不有，我哋一般咧拖線橋啊，如果拖線橋，伊係暗部頭睇無糖一片白開萬善拜天公，伊係都有做五環，做五環做五環意思都講我哋用竹嘅內倉來代表我哋一幫長民咧對敬天畏地。祈求了神明的保佑，也咧神人的一個意思，表示一個誠意啦。到後面都慢慢轉變，拖線橋又變咗毛嘅，毛咧傳到啲神明一片謠言。按呢文化一老師傅目前將傳到下部頭嘅賴信松先生啦。他們嚴重特別也是，特別的介紹，也賴信松先生也出嚟做啲介紹，講也看本嘅文化。我當然嚴重係問到講，有可以傳下落去啲幕。也賴信松是講，也揾啲前人啦，但是人呢最重要嘅客家文化部分前多年啊，都是嘅失傳以後，啲相片、啲紀錄片基本上可以到，也要感覺講佢可惜嗬，所以看完嘅文化體目前做對嚟講啊，反正可以到咧有一種個特殊嘅客家文化傳統嘅部分啦。因為喺早期我哋睇物質冇安好嘅地方地方，其實我哋一表達到我哋即個對神明啊、對天地嘅一種尊敬嘅事情。其實我哋喺早期嘅嗰種先人，我用幾聰明嘅腦筋睇喺公平上面，我開始變化發揚，像我哋做運動呢，其實用嘅東西係我哋嘅主要內倉嘛。但是如果排除嗰種幾吉祥嘅故事啦，幾好嘅神嗰種故事地方，佢等於講嘅公平，唔單止係啲公平，其實而係啲有故事嘅，就像頭先我哋咧楊太哥講嘅，我哋咩要排除一啲姜太公釣魚啦，相助獻瑞啊，一般嘅公平冇辦法做出嚟嘅東西，但是如果佢特別用一個也腦筋，佢哋排除一啲。幾吉祥嘅一個故事，等於我哋用我哋東西來奉獻到我哋咧祖先啊，無論我哋咧嗰種神明，其實嘛係一種經驗，一種表現啦。嗰種我真係會希望講從我哋按從業嘅啲傳統文化可以連接下去。咁我哋講其實睇下拜6對300年嘅，除咗我哋咧搭福廠、拜神殿、拜神機頭，還有我哋咧看法，其實還有幾多嘅其他法通。嗰啲法通，我哋等我哋咧用太過下一段嘅時間，我同我哋講。可是其實6對300種人嘅法通地拜，其實喺家當部分，而還有幾多幾精彩嘅法通哦。等下我哋馬上會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賓同我哋講一擺6對300年嘅時間，家當做服從拜神殿嘅故事。
想問一下吼，像嚟拜神殿嘅話，伊話要除我哋拜神殿吼，我哋有神機頭、神殿頭嘛吼，咁安尼我哋有乜個東西同他嘅人更加分享啊？哦，頭都講到講呀，拜神殿除了講同嘅北宮、同嘅三十幾萬嘅神明來祈求以外呢，我哋佢仲要用神殿嘅部分。當然神殿餅以前啊，可能有變化啦吼，但是我哋說多呀，台灣神殿餅創安嘅神殿餅吼。啊，擺起嚟呢，我哋原則上都12吼，正月12當主頭都會將也神殿餅拿幾做乜分享俾自家親人，啊，他間來祝福也些人後佢平安健康嘅多胎啦，主要意思提入邊啦。今日我特別帶兩塊神殿餅過來吼，例如當然間嘅神殿餅家中有原理餅鋪有啲做吼，佢識到有神殿餅，佢原意同一般人冇一樣。係啊，是識到神殿餅就初初我哋泰國講嘅，我哋一條講乜嘢神殿餅啊？你講乜嘢咧教人嘅神殿餅？你突然講同他嘅人貴狀嘅人，你講你下，我哋叫我哋神殿咧，嚇，冇攞啲神機嘅。天意他嘅人嚟講，哎呦，啲嘅，喺白嘅家人，我都天數去照顧，幾多人嘅神機冇咗神殿。你等於講，有些人咧唔單止係這個人顧，貴狀人又識到病嘅人，如果提講，又係我哋咧。佢從業為的下一台，嗰時我想講，其實拜神殿一件事情，唔單止係得到我哋神明嘅一啲照顧，其實嘛係得到我哋全種人嘅祝福，還有照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傳統。從一拜家中一片咧祝福拜神殿哦，除了用神殿餅來分享俾親戚朋友哦，他間來祝福也些人來佢可以平安佢睇以外哦，我也以我自己本身睇，發現從事青少年輔導也觀念嘛，我感覺講。嗰度睇沙皮，我看到些人吼，都4、5歲、3、4歲吼，變咗受家暴、受虐，感覺講疼要看到安尼情形，感覺佢痛啊！有可能講我哋政府沙皮其他單位吼，共同來一條些往外睇開我哋國家慈善，共同來將也些人吼，變咗撫養變咗我哋沙皮嘅呢個重要資源，相對我哋客家拜神殿。如果有安尼意義啦，吼，我也特別補充呢個片。係，因為人家沙飛吼，他個人有顧自家嘅，吼，媽媽講，有啲人叫我生意嚟以後，其實可能有困難，伊冇辦法同他個人講。可是睇下要困難嘅太生意嚟地方，伊可能都讀到相同啦，猶太國講嘅伊啲幾多問題。但是喺早期嘅沙飛地方，其實生意係向下吐嘅。吼，有啲人講伊哋貴於路卡嘅時間，伊路行路慢嘢喺度，食到路卡，其實他個人就包嘅。但是更加因為工業沙飛，他個人就顧自家。好，佢變成生意呢，可能如自家都卡得顧，但是有一些太人上冇辦法顧嘅時間，生意呢可能如果連帶都冇人去照顧呀問題。可是其實佢拜神殿一件事情，唔單止係個傳統，其實伊嘛係個幾重要嘅一個反映到我哋以前早期農業沙飛嘅一種智慧。好，同時我哋嘛從楊大個頭都對啊工作地方去反向到講，其實係咪睇未來？也安尼此土開盤馬人哋講，今年喺咧聽下沙期地方，講你啲睇樓地方，其實嗰種叫我哋啲生意，你無論有乜事情可以同他個人分享，他個人都守望相助。你從以前我哋那時講，萬一接生意咧，不用學個道理咯，因為他個人都隔壁個生意咧，全部都是打過些時間有人冇人，然後都講，我同媽媽講我用，但是而家他個人接生意咧，人係做乜？因為都係因為講，唔隔壁你啥生意全部唔掂，你啲人都要花這個時間去接。就講你看，他個人規模下，每日都下班的時候衝去接生意呢。可是其實喺早期嘅農業沙飛地方，拜神殿嘅東西，唔單止講一得到神明嘅祝福，其實嘛一得到他個人嘅關心同祝福。可是也係一個幾好嘅傳統。係啊，個主持人講得清楚啦，吼，呀，接落如果我哋拜神殿入邊配合6對300年，我哋要記喺法通學腔啊配合嘅，譬如講我哋要做嘅呢平安燈籠掛，個辦法個客家白人嘅交流。另外我哋都還有做一啲導覽咧，一個彩燈面。其中個重要一個客家白人嘅交流，一部分因為白人傳統嘅白人有個少嘛，我哋也被特別邀請到美濃嘅竹頭埔嘅白人團，同我哋家中彩體嘅種種明先生嘅白人團，同小智指導師白人團做啲交流。一部分很常睇演奏嘅時陣，佢感覺呢班。佢以前全部唐人嘅錄音帶阿沙人嘅 CD 啊，哎呀，很常可以看到有白人，我感覺講佢奇妙，佢神奇一個事情。
另外呢，因为县政府也部分啊，感觉讲，也俺哋家长已经慢慢的变得有咧quite好的环境吼。如果讲对客家文化来讲啊，俺哋平常以前的家长文史下边吼，虽然有培养佢嘅导览解说人员，但是人数啊quite少啦。县政府都特别客家事务处的陈立平处长，伊都特别来培训中报名有47个。到后面淘汰下嚟都变成咗17个，也俾俺哋配合也2年喺家长嘅祝福百姓殿嘅时间，只要唔游客多一片嘅啊，同俺哋定期，俺哋用到客庄带路人，俺哋要带唔去老料嘅老街介绍俺哋客家文化建筑各方面啊，也踮嗰度游客行多一片啊，感觉行一张古了以后，感觉家长有安这样嘅东西可以看咯。你下次很亲戚朋友来家中聊聊啊，但是如果也2年是免费嘛，其他时间同我哋家中本事下去联络，我哋付一些部分的导览费用我相信比走马看花可能内容會豐富啦，一點可以特別同大家報告啦。其實呢啲地方叫做有人去帶法，有人去講故事啦，有人講歷史。這種嘅看法，都真係從自家去看完全冇同樣。你想同我講走馬看花，真係按行過嘢，你即刻唔係講也放放地擺，可能要出嚟某個能源。唔即刻唔係講也放放地擺，講古月老好嘅。嗰種即刻冇人去講嘅話，可能都看到路一啲門，存一啲門。但是你即刻有專業去屯荷蘭嘅時間，去屯講下故事嘅時間，你都提講喺1895年，嗰時日本接觸到台灣。喺台北客打到心中嗰片，到到第一擺台灣人開始去抗爭，喺度你發現個唔錯個，嗰種冇咁簡單咯。而第一擺都撈到人哋幫了嗰邊上岸，但是馬蹄一片到到第一擺種主動都聽人哋幫人哋。嗰種你都發現個事情嘅時間，你都發現我而家看向來，佢從一啲門來喎，一啲地方，其實喺人哋台灣抗議嘅一啲戰爭地方，最重要嘅場所，但是嗰種冇人講嘅話，可能都難行過嘢。係，就做事情講過錯啦。如果有人喺講，有人同帶人喺講㗎，如果佢了解也提起歷史文化各方面咧，對本身嚟講所以我哋家長一般我哋強調早讀、細讀、慢讀嘅方式。用嘅心情變個輕鬆來行也種一天要嗰度數，嗰度得到嗰度好嘅感受啦。係啊，咁今年我哋去，譬如講我哋去家中嘅我哋咪要我哋咧客家帶路人家中嘅帶路人，咁我哋看下哋，有乜東西好買？我哋新一啲，冇唔錯，民以食為天，冇唔錯嗬。我哋一路同中山太學、成功太學。文藻正修也就中共7間太學來合作做了大地計劃，也實際執行人是蔡志豪博士。今年是第6年啦，如果第2期嘅最後1年，也經過也差不多5年人嘅總結嚟帶動我哋家中嘅文化品質嘅部分。但是最重要一點，如果按照將也深入嘅部分結合。本日遊客喺行路嘅地方我可以買到我哋家中嘅鐵山，買到我看到我哋家中嘅地方，比如講我家中嘅麵包板，麵包板地方有加海米因為加海米但是其他地方都冇家中買嘅鐵山，家中蓮霧佢有名咧，每年嘅蓮霧必須喺天名全部家中嘅咧，嗰種地方唔對地南邊嘅黑珍珠什麼。我應該也按多年地方家中農會睇林樹林總幹事人向我帶領下同我哋家中有回鄉嘅這個強年也睇做，嗰陣也既然咧即幾百地方都會講結合我哋當天農特產特色商家我哋來本一條吸引一條外地嘅人才調到家中。因為有安尼經濟嘅效益以後，如果有家中可以發展我哋家中嘅人口客家上下人口唔會咁少嘛。也客家事務處從3月初以3月初7，如果38風節前1年而且家中嘅路嘅一片派嚟發動，我哋也有規劃講，喺中央貨房或者地方有特色餐車，可能也當時家中嘅乜從容嘅飯頭堂啦。一片有mange文創商品，有mange東西仲有這個因為用我哋家中具有我哋深厚底蘊嘅客家文化做基礎，結合我哋農業
农铁山的部分，家都有可开嘛，可让龙胆石斑啊，有那些也都，你安尼结合起来啊，创造俺的经济效益。大地计划蔡志豪博士，伊是中山太好器官的博士啦，俺是希望用器官商学背景的人入来，带动俺的文史的一部分啊，既然有看到不好的一个发展，又吸引一部分后生人过来，也愿意过来片，我相信也是更好的方式啦县政府也评啦，评论比较请感谢评论县政府，伊也愿意投入安尼资源嗰種伊也部分呢，從社屋嘅用料一部分伊也列做文資身份有歷史建築，今年變2,600萬，準備裝修以後1樓都可能本是材料嘅地方，2樓、3樓全部都變民宿嘅住宿嘅地方啦呢3樓呢，如果當年我哋嘉東最高嘅地標，可以看到海水，看到海水，縣政府有公部門有大力合作，同我哋天數我相信公司協辦也我哋嘉東嘅部分已經要睇下目前嘅情形之下去吸引嗰度後生人願意為我哋嘉東打拼。嗰時等於講嘉東唔單止係維持到我哋以前舊有嘅傳統，其實嘛對傳統作為嘅基礎，還是有過一道嘅新嘅力量加入來。好，一方面為到我哋咧村莊地方有些新嘅發展，第二幫我哋咧年輕人有未來有一啲留下來工作嘅機會。錯，一點千重要，冇經濟都冇發展嘛，都冇安尼生存嘅能力啦。後生全部啲攞俾石頭路嚟什麼工廠啊，嗰度日本有看到一點嘛有願意來投入安尼資源來做我相信過幾年以後完全會變得冇咁樣。你對300年唔單止係我哋紀念到300年前我哋嘅先民，佢努力打拼留下一塊土地俾我哋更加人。其實我哋最重要嘅，唔係講我哋對300年以後我哋留埋嘅東西俾我哋下一代人。今日感謝我哋楊太國老嘅聽同講安多做新人嘅事情。今日多謝嘅主持人本來也機會做一個嘉東祝福百姓等嘅說明感謝觀眾朋友來了解我哋嘉東。當然一天歡迎大家來嘉東聊聊一天要感覺講冇同樣嘅嘉東要本好嘅一個客家文化體驗。看今日節目，唔但冇想到嚟嘉東嚟了麼？休息下喎，大家聽下嚟欣賞嚟，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用心欣賞，今日要教大家係椅子舞、椅子操哦。睇等咧都可以作為運動哦。平常時你坐喺沙發、看電視，都可以同先生來做運動嘅喲。更加像坐喺等咧方，等咧像準備有預備嘅，冇有輪嘅嘢，好冇搖來搖去嘅。阿媽可以坐喺嘅沙發。可能用心欣賞，馬停輪來做運動哦。好，將腳腳放來，好，數鼓來，好，來腳數腳數3，來做一個交替4，微龍打側這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哦。7、8、9、10，好，將來同個數來做一個側彎。彎片側腰伸展，仲嘅緊條撈，
伫后背老人看呢。伫前面老人看呢。从平常打天路啊，大家有腰酸背痛的时节，都可以来摕天路做的前面来做。一，好，松出去腿来松，用下来。更加臀的腰诶，扭腰，臀的手可以办呢，椅背后背，做停留，记得你的腰椎要挺直。再来弯片。过来中间，再一次扭转式弯片。好，再来来臀的脚，挺胸来，并下来。好，挺胸来的时间。手打开，手过来，打开，腰要伸出来哟，你背拢嘛伸出咯，手臀脚来做一个协调性的动作。好，再来，你用叶的翅膀合上来，好，可以发古眼元素九转去，再打开来，九转去，简单把手的脚打开，转来，伫你的旁边来打开，延展你的身体。最明白，打开，臀的脚脚上来，伫前面慢慢的弯，做停留。慢慢的弯片，脚上来，手慢慢的用你的脚掌一片，做一个延展，做停留。慢慢的放进来，再来做一个打开。做咧延展，更加讲有人伫个上面绑，像小木偶样诶，悬丝的木偶，一片有人绑，一片嘛有人绑，个脚嘛有人喺下面绑，做延展，舒放来，休息，再摆，打开来，
做停留，休息，打开。两隻腳嚟五個腳，挺空來，再下去，還記得冇？挺空來時節，挺，放下來，慢慢嚟做。配合嘅呼吸，記得嘅腰嘅冇撲背哦。好，更加兩隻手柄嘅椅背，好，柄嘅拎，因為柄嘅後背，來雙腳抬起，壓腳。來做一下訓練嘅腹肌哦，吼！二、三、四、五、六、七。8、9、10，可以放同嘅腳，用嘅腳去跳一遍。好，慢慢的喺前面伸。你會感覺大腿外側嗰個軟，個鬆軟。伸出來，斜腳，跪在中間，唔可以綁你嘅腳踝，唔可以放，唔可以綁你嘅腳趾頭，好，可以你都可以，沒有腳踝，3、4、5、6、7，背囊伸出來哦，8、9、10，下來，來彎腳，用你嘅腳趾頭，好，來慢慢的喺前面。腳伸出來，慢慢地啲後，你嘅腳踝綁好來，做停留。2、3、4、5、6、7、8、9、10。用下來，好腳，同你兩隻腳腳空來，好慢慢地看你先佢，苗嘅天嚟冇，按我坐好來哦，冇溜下嘢哦，腳伸出，好慢慢地放起來。今晡日動作記得了冇？好唔好呀冇？相信大家慢慢嚟做，一定聽得爽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